我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叶琳娜。2016年，18岁的我第一次来到中国，来到艺术大学，开始学习舞蹈编导。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，中国的学习环境让我感到非常惊讶。在这里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学生。大学就像是一个很大的家庭，大家彼此帮助，不管我们是学生还是老师，都非常融洽。这就让我能更快地融入，更快习惯这里的生活。我会花一些时间去认识南京，也是了解中国文化，通过不同的饮食习惯、不同的语言方式、不同的种族习俗，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逐渐适应。在学校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展示平台，比如常常有各种电视节目和比赛，让学生有很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华。这让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每次参加演出或者比赛，我会感觉更加自信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成长。在我们学校，这是可以实现的。我参加过很多比赛，也得到过很多奖杯。在2019年，我被中国政府评为中国优秀留学生。我写的一篇论文被评为一部以翻译故事为主题的杰出作品，这让我意识到，通过这篇论文以及奖励，我和中国之间已经紧密相连。首先，我想说，疫情期间我很感动中国向我国人民提供的巨大援助。我见证了在疫情期间中塞友谊关系的建立。我也希望作为一个在中国的留学生，能成为两国的连接，或者说成为两个国家之间友谊的桥梁。在过去的5年里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，特别是在性格以及知识的成长中，我来中国的选择很正确。中国的经济日新月异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。我一点也不后悔，我的家人也是，不仅不后悔，而且非常满意和开心我在这样的一个国家。未来的话，我将继续留在这里读研深造。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我在做什么，我都会与中国同行。我觉得我的命运之船将由中国的风吹向全世界。